哇哈，好啊好啊！你看投影啊，投影表演啊，哇，这真的艺术表演啊！天鹅湖了哈，9点半。哦，还有无人机表演呢。16号是最后一天晚上8点10分，说还有无人机表演呢。今天15号。哦，外面真的冷哦，变冷了。哦，你看，刚好遇到这个有机会拍这个啊，湖上的投影，然后你看，透过那个水汽来产生那个荧幕的功能，你看，啊，好有创意啊！你看，开车啊，晚上如果下大雨都要戴太阳眼镜啊。像那个开在高速公路上，遇到那个强降雨，一片模糊，要戴太阳眼镜。你看这个哈，利用水汽做投影。哇，好棒，好有创意啊！哦，很有创意的图案啊！哦，天气冷，要睡在那个天鹅雕像旁边哦。真的天气冷，不适合在外面睡的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哦。哦，哦，要变冷啊！哦，会愈暗愈冷嘞。哦，伊穿一个雨衣嘞，较袂遐冷。哦，穿一个雨衣嘞，较袂遐冷。哦，外口真啊冷了对哩。啊，这涂这暗暝涂啊，啊都冷吼。很有创意的。你看还很有创意。外面冷了今天很冷。它在空旷的地方，在天鹅湖，古代就是那个灌溉的湖灌溉纯水天鹅湖，后来变公园。你看去年就举办脱光节，今年第2届。好像半个小时一次投影的表演。明天8月16号晚上8点10分，还有无人机表演。3月8号跟3月16号晚上8点10分有无人机表演。机会还不多啊。很有创意的，还有音乐，投影，很有创意。连水已经旁东西，天鹅的图像呢？天鹅的形象好棒，上面还有天鹅还会亲嘴，很有创意的。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你看，透过那个喷水的水柱的雾气，就可以产生荧幕的效果。如果那边是栋大楼的墙壁，那个也是可以投影，那就利用那个喷出来的水的雾气做成那个投影荧幕，很有创意。
车在大高速公路啊，又下大雨哦，看不清楚，要戴太阳眼镜，要戴太阳眼镜。哦，好棒，好美哦！哎，有心脏图形的，没有照片。哦，天鹅湖。